继续关心前电解法院院长李碧桃，防指控讲伊伫任内甲剥削性骚扰，结果伊申请提早退休，代志就准拄煞。司法院是强调讲，并无收到相关的申诉，会去调查，准讲真正有影，就会依法处罚。受害者即马是发出声明，讲当时是顶死爱伊煞去的，经过思考，伊即马决定伫今仔日会正式提出申诉。惩戒法院院长李博道。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，徛伫队伍第二个，就是前电解法院院长李碧桃，捌宣读誓言，绝对袂为私利舞弊，即马所牵涉到性骚扰风波。对于这个惩戒案件不护短的态度，来把关、法官、检察官的监督淘汰。李碧桃互人指控，今年3月伫两港一暝的自强活动的时阵，好真抢酒后伫饭店男女剥削，少年耍有2届伫院长办公室甲人摸，甚至阁写告别批。因为挡袂牢，一直互人骚扰剥削，决定写名甲句，到尾点击煞无处分，也互外界质疑司法院假案暗号。司法院并没有收到被害人的相关申诉，所以无所谓明知并且还让他退休的事情。本来今年6月底，李碧桃就会当届龄退休，伊雄雄以健康因素提早1个月退休核准，就连交接典礼嘛无出席，这行为难免会互人加伤。不过司法院是讲，即马已经启动调查，若做性骚扰是事实，虽然退休，也是有可能送电解法院审理。被害人第20下晡发声明，表示伊有通知顶级，不过主动要求莫启动调查。伊伫思考了后，决定要互加害人替家己的行为负责，要伫21正式提出申诉。那妇女团体是分析，伫性骚扰的类型内底，尤其宽势性骚扰，会互被害人唔敢加讲。这些加害者他会持续的，就是告诉你说，我身边可能有什么样的达官贵人或重要的人士，我可以让你在某个圈子里面没有办法混下去。你其实是势单力薄，你要去对抗整个所谓的职场。性骚扰风波为政坛演艺界搁拖到司法界。虽然现代妇女基金会认为，这案件恐惊只是公开一线出来尔，不过愈来愈侪人敢勇敢徛出来讲，性平意识渐渐互人重视，这原来互加害人加一寡警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